拼总统，感受着温暖，咱大家就阿拼讲加油，安尼好无？阿拼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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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谢谢，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前总统，谢谢。 我要介绍之前，是不是会当互我拜托台湾幼儿的雕塑家，伊本人来到现场，陈志宏艺术家，你来坐到边仔坐好无？陈志宏老师，谢谢。先拜托大家，用热烈掌声感谢今仔日台湾幼儿的雕塑家。 多谢，多谢咱艺术家，咱雕塑家。若无伊，就无今仔日咱要来预备台湾用过。而且大家看好清楚，这只台湾用过，过去咱讲台湾好狗啊，但是。 2005年国际的组织已经以正名叫做台湾狗台湾犬，所以后摆唔通阁叫土狗啊哦，因为它一点都不土，对不对？对。今仔日台湾用过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，看到这只每一天。 暗时我一定当咧做个台湾用过，今仔日要来为我非常的有感，害我昨暝好一暝，因为若无台湾用过，每一天陪我困，我就无迄个灵感来写新勇歌物语，所以我唔知影讲。 今仔日这只台湾用过来预备了后，明仔开始新用歌物语是不是阁写会出来？对啦，不过而且我要向大家讲，台湾用过，咱来感谢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咱阿布拉院长，咱尤院长，大家知影这只。 台湾用过，是咱迄当时尤院长做总统府秘书长的时阵，伊伫宜兰掠来总统官邸，互我饲的。所以咱就爱饮水思源，感谢咱的尤院长，好无？好。我会记得伫2001年。 掠来总统官邸，2002年，台湾用过，就来上咱阿扁啊总统地主报第50期开始的一个用歌物语漫画专栏，世界的漫画专栏的一个主角。咱台湾用过。 来做用歌物语主角，差不多6、7档。2008年，我就离开官邸，来咱台湾用过煞啦无头路。我离开官邸，伊嘛就爱离开官邸，所以伊送去咱台南庄脚麻豆隔壁西港啊的一位我最好的朋友引导。 虽然所在无官邸遐尼宽，但是呢，嘛会当互咱用过安尼自由自在，无受到拘束，来个继续活差不多6、7档。啥物人想会到？咱台湾用过，等于台南草地照常有伊的自由，结果伊的主人阿扁啊，煞啦。失去自由。
但是对咱台湾勇哥来讲，伊讲一定要等我倒转去。我嘛想会到讲，伫3冬外前，我倒去厝的时阵，我一直咧问讲，咱台湾勇哥即摆有好势好势无？结果我的朋友我讲，伊讲你上万出来，已经伫半冬前来过往啊，所以我个非常的唔甘。伫迄个时阵，我记得想，迷啊想着即只台湾勇哥，伊伫天顶，唔知过了安怎。有一天，我伫咱高雄美术馆内咧散步的时阵，看到一只狗仔，我讲，即只就台湾勇哥啊，即只就是迄当时对我17冬的台湾勇哥啊。我想讲，伊已经搁再出世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我就非常的欢喜。但台湾勇哥并无死，伊的精神永远还搁伫咧。因为台湾勇哥即只台湾狗，伊不止水，搁呢，你看伊的体格，看伊的尾，看伊的耳仔，看伊的腹肚，拢总是。会当成做国际认定台湾狗的一个标准就对。伊台湾狗就是非常的猛，非常的勇敢，绝对无惊吓。所以这嘛是咱大家应该学习的台湾的精神。另外一个特质就是非常的忠，非常的忠心耿耿。所以这点呢，嘛要甲大家共同来勉励。有一天，台湾勇哥我托梦，伊讲伊伫天顶啊，安尼真无聊，希望讲叫我能够替伊找一个头路，叫做新勇歌舞仪。所以我已经写95集啊，就对，差不多3个月。逐天甲大家来见面，证明啥？咱台湾勇哥并无死。台湾勇哥每一天会当甲大家来对话。今仔日，互我上界感谢的，就是讲伊知影，咱这个基金会要来办募款餐会，伊想讲伊若要来参加，但是呢，伊阁未讲话，所以伊自愿要将家己捐出来，看会当加减卖寡所费。来支持边所创办的凯达格兰基金会，所以伫遮我嘛要拜托大家，今仔日唔通互咱台湾勇哥斗气，茫茫互后边无民主，所以呢，会当斗发声愈济愈好。那安尼后边就困下去，困下去，我新勇歌舞仪，我就会当继续写落去。多谢，谢谢。感谢上了解咱勇哥的阿扁总统，所以伫这个这么重要，我们的台湾勇哥要拜托大家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精致、同志，而且是把精神完全呈现。谢谢我们的陈老师，谢谢。咱是不是所有好朋友？我们5楼的朋友有听到吗？有。5楼的朋友有听到吗？有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哦。我们的起标价，这个是无价，但是我们勇哥说他自己要捐出来，伊家己要捐出来为咱凯达格兰基金会哦，做一寡代志哦。我们起标价30万，30万，起标价30万。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咱要甲勇哥带回去，赶快！亚秀，赶快！我们的好朋友来，西藏吗？我们这个贵姓？李，我们李董40万。李董事长40万。我们这边有人出价，我们来出价哦。出价要多少？来5楼这边。多少？50万。5楼50万了，要出价的再举手哈。来，咱们咱的。好，勇哥物语嘞，这个亲戚让他变。